中國西南邊境喺綿延群山之中，聳立咗一座雄偉嘅雪山，叫做梅里雪山。佢係西藏八大神山之一，亦係由雲南進入西藏嘅重要門戶。喺梅里雪山山腳下，著名嘅瀾滄江奔流而過。由於劇烈嘅造山運動同埋長年嘅河道沖刷，令呢度山巒綿延，河谷深切。千百年嚟喺呢度居住嘅主要係藏族居民，外人好少嚟到呢度。早喺19世紀中葉，呢片與世隔絕嘅土地上，已經闖進咗一啲遠方嘅訪客。佢哋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要將天主教傳入西藏。徘徊喺呢片西藏門檻上嘅西方傳教士，佢哋1個世紀前播下嘅信仰種子，至今依然生生不息。位於雲南西北嘅次中村，瀕臨瀾滄江，係呢一個區域沿江幾十個藏族村落裏邊嘅其中一個。每年冬天農忙過後，係村裏比較空閒嘅季節，唔少村民就利用呢段時間張羅修葺房子嘅事。吳公弟係村裏邊嘅熱心人士，今日佢啱啱路過嚟幫下手。雖然佢叫做吳公弟，但係原來佢唔係姓吳嘅，呢個只係佢領洗嘅時候姓名嘅中文翻譯，原文係拉丁文。我叫吳公弟，在拉丁文上喊生命上20今年53歲了。我家6代是已經是天主教的，一直是已經是6代了。從小我小時候入教，就是母親出生第8天就是入教，洗禮，在洗禮的人就是羅神父跟我洗禮的，聽我爸爸媽媽說，這是羅神父跟我洗禮的。自從洗禮以後，我就變成一個天主教的姊妹信徒。喺次中，一座100年歷史嘅老教堂矗立喺村嘅正中，100年嚟一直係村裏面最雄偉高大嘅建築物，亦標誌住次中係一個天主教嘅村落。早喺19世紀中葉，天主教會就喺四川成立咗西藏教區，準備向西藏傳教。1905年剛建成嘅次中教堂就被選定為西藏教區雲南特區嘅中心，並且常駐一位副主教主持整個區域嘅傳教工作。時至今日，喺教堂旁邊嘅菜園裏面安葬咗2位嚟自歐洲嘅傳教士。呢位係嚟自法國嘅伍許東神父，係最早嚟到次中工作嘅副主教。佢由教堂建成開始就一直留到而家，直到1930年病逝。1993年，吳公弟被村民推選為次中教堂嘅負責人，
負責教堂嘅日常管理工作。解放之後幾十年期間，國內嘅宗教活動被禁止，外國嘅傳教士亦全部被遣送出境。至中教堂一直都冇人管理。喺文革時期，教堂更遭到巨大嘅破壞。20世紀80年代，中國放寬宗教政策，至中嘅宗教活動得以重新開始。喺呢段日子裏邊，吳公弟一直努力尋找教堂過去嘅文物。佢哋有啲收藏喺個別教友屋企裏邊，有啲就俾公安充公咗。這不是以前，公安局沒收的。公安局沒收以後是83年，就是退還給我們的，退還給我們。這是領帶，傳教士戴的領帶，做彌撒的時候，領帶。傳教士，這是領帶。這是祭衣。做彌撒的時候，就是傳教士要必須要穿這個祭衣，也就是羅聖父、古聖父他們穿過的祭衣，我們感覺到非常寶貴，非常寶貴。但係能夠揾翻嘅文物只屬少數。文革期間，教堂嘅設施大部分已經遭受到無法復修嘅破壞。好似呢座祭台咁，過去整座都係用石頭搭建嘅，每塊石頭上都刻作有拉丁文同埋精美嘅圖案。今日原來嘅祭台只剩翻幾塊零星碎片，正臥喺教堂一角嘅庫房裏邊。目前至中一共有600名村民，其中80%以上嘅屋企係信奉天主教。吳公弟不時會去探望佢哋，尤其是係村裏邊一啲老教友，佢哋多多少少仲記得一啲解放以前教堂嘅情況。我Marinho é aqui lojita tá sonrete. E loja pegue chikona tá sinji de yindi de maya. Loju son mari yindi. E mari sazare chino ye jala kanyu ge sinji ge to pa toma giwa ge samate raro koita ja kanyu ge masinji ge sente. E gizin samala kwajando de sinji ge kaso tama. Chakana shewo 小时也我不懂也个么，一直过啊，出着啊，个人什么恐怕就光到的，也是这个现在个人的，给我以前的是这个那说他们光讲到的。解放前，傳教士喺至中教堂開辦咗一所修生學校同埋一所修女學校，栽培區裏邊有潛質嘅年輕人成為神職人員。好似瑪利亞咁，當年就喺至中嘅修女學校度讀書。現在物業是人家就好多人頭的，你出來等人家出的好多一個了，很我別團的。一個這甚至才加進過來的，就可以的，平常是的，甚至過來也，來拍照我們甚至的，甚至羅來出卡給我們的，甚至羅也的，甚至過也容易的，也個些希我們的，這個我的看出卡給的，些來羅馬的希望。佢就係瑪利亞所講嘅羅維神父。呢幅係村裏邊至今唯一能夠揾到嘅古順人神父嘅照片。呢兩位分別嚟自瑞士同埋法國嘅傳教士，由1930年起喺至中嗰度整整工作咗20年。自從佢哋喺1950年離開之後，至中就再冇神父喺呢度服務過。身為教堂嘅管理人員，吳公弟扮演咗半個神職人員嘅角色，例如村裏邊有教友病咗，佢一定第一時間去慰問，同時佢又盡力去幫佢哋物質上嘅需要。
對於佢嚟講，呢個係宗教能夠給予佢嘅一啲基本信念。天主是什麼？天主無所不在，到處都在。我想看見一個病人，我覺得這個病人是天主，對天主一樣的對待這個病人。看見一個窮人，我覺得這個窮人是天主，要像天主一樣的對待這個窮人。雖然天主看不見摸不着，那天主會看得見會摸得着。自身的根源和宗向。由於冇神職人員帶領，一直以嚟喺信仰嘅道路上，吳公弟主要係靠自己摸索同埋總結，向村裏邊老教友請教。好彩近年國內嘅宗教出版事業比以前明顯增加咗，而家好多宗教上嘅疑問，佢都能夠通過書本一一解答。喺次中一帶氣候宜人，全年嘅氣溫都喺10幾至20幾度之間，加上雨量充沛、日光充足，所以各種莊稼都好豐富。過去半個世紀，外國傳教士長駐喺至中，佢哋引進咗多種唔同嘅植物，使至中仿佛成為一個植物樂園。教堂前邊有2棵棕櫚樹，係傳教士引進最具標誌性嘅植物。後面嘅芭蕉樹亦係傳教士引進嘅，後來因為冇人管理，相繼枯萎。眼前呢2棵係村民喺10幾年前重新種植嘅。教堂旁邊嘅菜園裏邊仍然保留住好多棵傳教士親手種植嘅樹。呢啲植物已經被分種到村裏邊唔同嘅地方，成為當地特殊嘅樹種。傳教士引進嘅植物之中，有一種唔能夠唔講嘅，就係葡萄。喺教堂嘅前方，到而家仍然保留住當年由傳教士親手開闢嘅葡萄園。喺天主教嘅彌撒裏邊，係需要使用葡萄酒嚟祝聖成耶穌嘅聖血，所以傳教士每到一個地方傳教，只要自然環境適合，就會開闢土地栽種葡萄。至中嘅葡萄園就係當年由古順人神父由法國引進葡萄種子，親手創建。但係解放之後，葡萄園一直冇人管理，幾十年嚟葡萄自生自長。雖然唔算欣欣向榮，但係亦從未枯敗過。直到1998年，呢啲葡萄終於出現咗轉機啦。喺吳公弟嘅屋企裏邊，成間房都放滿晒佢自己釀造嘅葡萄酒。我的葡萄酒就是從98年開始做。因為為什麼我想做葡萄酒呢？因為傳教士在的時候有葡萄酒，葡萄酒。傳教士出境之後嘛，葡萄雖然有葡萄，但是葡萄酒搞不出來。我的這個葡萄酒呢，主要的技術方面都是以前古老的加工方式，也就是古時候傳教士在的時候，老修女德麗莎修女教過我的。現在社會上喝白酒的人越來越少了。喝這個葡萄酒的人越來越多，因為葡萄酒這個對身體有好處，這樣一來的話是喝葡萄酒的人比較多。我就想這個以後嘛，就是我就趕緊做這個葡萄酒，98年開始去做的。除咗收購教堂嘅葡萄，吳公弟更將教堂嘅葡萄種子引到屋企裏邊種植，成為村裏邊第一個種葡萄嘅農戶。幾年嚟，吳公弟釀造嘅葡萄酒喺附近一帶略見名氣，更被人戲稱為葡萄老闆。自從20世紀80年代，
教堂重新歸還當地嘅信眾。至中嘅教友每星期都會喺教堂聚會。由於冇神父，冇辦法舉行彌撒，每週嘅聚會就只限於祈禱同唱聖歌。同過去比較，有一點係冇改嘅，佢哋念嘅經同唱嘅歌都係藏語嘅，而且都係當年傳教士親自翻譯同教佢哋嘅。由19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傳教士陸續嚟到呢處偏僻嘅山區，主要希望向西藏傳教。佢哋先學會藏文，然後花費極大心血，將一啲常用嘅祈禱文同埋聖詠由拉丁文翻譯成藏文，再教當地教友。不過，一個世紀嘅傳教工作始終未能敲開西藏嘅大門。傳教士嘅心血，至今就只喺雲南西北部呢片山區裏邊流傳。每星期嘅聚會嘅時候，吳公弟主要係負責組織。喺祈禱中，佢會向教友交代一啲村裏邊嘅教務，同大家分享一啲教理問題。今年嘅聖誕節馬上就要到啦，吳公弟介紹咗當日嘅安排。人过个也是朝你去过的，过不是一个生日过的大不的，用的用出来的人过于连卡了嘛大，人星期二个下个登陆的过于人才去闯王，人过让针对几家从的星期别，人过于给送钱在查站弄啊，这看别有在你是人人才过于哪里才从，有可能查了这么严，人查了这么严是那啦，几乎的嘛几家个送去了多出去的。也是从你去对你可能别个得了的，国产不是东就通出来呢，过有个交通必须的哎呢，人家来几才的国产个俺们的真对些。安排好至中嘅聖誕聚會之後，吳公弟特登去咗鄰近嘅刺姑村，了解嗰度教堂嘅準備功夫。刺姑村距離至中大約只有5-6公里。村裏邊亦都有一座教堂，係喺1998年起嘅。呢度嘅人口唔到500人，但係其中90%係天主教徒，係附近一帶著名嘅天主教村落。每1-2個月，吳公弟就會嚟刺姑一次，因為呢度至今仲未有一個好似佢一樣嘅教友可以主持教務。村裏面虔誠嘅老教友對吳公弟嘅熱心十分歡迎，吳公弟亦樂意從呢啲老人家口中了解過去更多嘅事。星期六呢，这天下午不同，病了，原来天对你的没啥做而已呢，因天对你没啥做，这什么兄弟病了是那种，那种，来路对你下路的项目，因天没啥做，也一对你的我也我病了，我什么兄弟嘛，现在不同的。拉住集体，哎呀呢，甚至是我们个拉住集体，光朝着你我的，因为我们就加个出来的我变了，我这个，后来甚至我跟爸子嘛，我你家的也甚至老爷，哎呀呢，甚至穷苦我的。给人什么方面多了，给我谁什么，而且你家一个，而且不是你多嘛，哎呀嘛，哎呀咪，而且也没这个素材，而且也来过个刚，而且刚是。家个都是比俺可以顶有这家，刚从嘛了没得个点的，也可能顶光彩的，光彩从嘛了没得个点，也如拍几的，拍那下点的，俺这一次，过完了过去了，那谁嘛俺这当啥土牛，哎呢，俺这就弄来，然后人来的去，我说你弄没弄，还过这么大做这里就最近些少，俺这就弄。老人家至今仍收藏住幾本解放之前傳教士俾佢哋嘅經書同埋歌譜。
去写给路的路送了路送去写给了，俺过的什么来了？什么一个死了没？说嘛是，人家死了没？什么是这个是啊？过的肯定真出一个是，真出一个，去写一个啊，安得嘞，安喏，安得嘞，真出一个就是两个嘛，两个是。过的来录另一个，阿莱路亚一个，阿莱路亚一个。da po tu ji che bos de pa na。 雖然慈姑嘅教堂只有短短幾年歷史，但其實早喺1個半世紀之前，慈姑就曾經有一座更古老嘅教堂。當年更加係天主教喺雲南藏區建立嘅第一座教堂。1905年，當地發生咗一次嚴重嘅宗教衝突，導致2名法國傳教士被殺，慈姑嘅舊教堂亦被付諸一炬。你把等着的，你的节目了，那我们是的一家的，大米是的我们写的，大米我们写的，也来大米我们写的，来浪的。你菜哦，你也问过的，然后都菜哦，你找，按照来看，按照来，也来，实际么你都干的，那是个么的，家就么的，西湖死了嘛，那个是店嘛，你过去的店嘛，现在是店不有了，现在是店嘛，他变的嘛。喺山上，2位當年被殺害嘅傳教士嘅墳墓就正臥喺呢度。佢哋分別係法國傳教士普德元神父以及余伯南神父。腳下滔滔嘅瀾滄江水，見證咗呢啲為宗教而犧牲嘅異鄉人不幸嘅歷史。12月24日平安夜嘅早上，寺中嘅教友開始為晚上嘅慶祝活動同祈禱做準備。村民揾嚟咗漂亮嘅生果裝飾教堂前方，仲有2棵用塑膠做成嘅聖誕樹。喺教堂前院，吳公弟揾人做咗10幾個花壇，準備將全個院子氹圈都種上花。另外，佢又託人由山上揾咗2棵松樹嘅樹苗，將佢哋種喺教堂正前方。咁教堂以後就有自己固定嘅聖誕樹啦。今晚佢哋準備喺庭院中央點起篝火，等大家高高興興咁聚一聚，唱歌嘅唱歌，跳舞嘅跳舞。對藏族居民來講，係佢哋最普遍嘅一種過節方式。晚上8點打後，教友陸續嚟到教堂。有人跳起佢哋熟悉嘅燕子舞。燕子舞嘅跳法好簡單，大家圍成一個圈，男女各佔一邊，邊跳邊唱。男女對唱，雖然曲調反覆一樣，但係唱詞就千變萬化，所以跳舞嘅人都樂於其中。喺喜慶節日，藏族居民經常會通宵達旦咁跳呢種燕子舞。晚上11點半，跳舞結束啦，教友陸續進入聖堂。
開始一年一度聖誕子夜祈禱活動。世界各地教會一般都喺平安夜晚上舉行子夜彌撒，紀念耶穌基督嘅誕生。但係喺至中，仲有呢度附近一帶嘅教堂，由於冇神職人員，大家每年嘅平安夜就只能夠好似咁聚一聚，用虔誠嘅心歌頌嗰位喺2000多年前降臨世間嘅聖者。呢位聖者用佢嘅生命拯救世人。19世紀60年代，外國傳教士喺慈固建立咗雲南西北部嘅第一座教堂，然後以此做基地，開始沿住瀾滄江向南北兩面開展傳教工作。佢哋將呢一帶定為雲南度區，屬於西藏教區管轄。喺呢片遙遠嘅區域，由於山高水險，居民歷嚟都只能夠使用駝馬往來於崎嶇嘅山路之間。呢度嘅傳統至今依然未改。如果要到河對岸，某些地方居民就要使用呢啲流索，係一根緊緊綁喺河兩岸木樁上嘅吊索。過河嘅人用滑輪繫喺吊索上，就可以凌空滑過河道。呢個係千百年嚟當地居民最重要嘅渡河工具。到今日，雖然沿住瀾滄江嘅河岸已經修建咗公路，但係喺對岸車路不通嘅村落，流索依然係村民外出嘅重要交通工具。當年傳教士就係喺咁樣嘅交通環境之下，一直沿住瀾滄江傳教。而佢哋嘅下一個目的地就係位於雲南同西藏接壤處嘅德任。德任係位於瀾滄江支流一個海拔3200公尺嘅山谷裏邊。呢度有1000多年歷史嘅城鎮，一直係中原通往西藏嘅其中一個重要門戶。雖然近年德任發展旅遊業，城市嘅面貌變得越嚟越現代化，但係呢度仍然保留住強烈嘅藏漢混雜嘅城市特色。1872年，傳教士嚟到呢度興建教堂，發展教務，作為對西藏傳教嘅一個據點，時間長達80年。當年嘅教堂已經喺60年代初被拆毀，目前根據官方統計，德任已經冇天主教徒，天主教曾經喺呢度發展嘅歷史亦鮮為人知。不過喺德任嘅圖書館可以揾到天主教曾經喺呢度發展嘅痕跡。呢間不到10平方米嘅房間，保存咗1000多本當年傳教士留低嘅書籍同筆記。呢啲資料係外國傳教士離開中國之後，當地政府沒收教會財產嘅時候清理出嚟嘅。喺裏邊除咗有大量嘅宗教書籍，仲有早年嚟中國探險嘅西方人所撰寫嘅各種歷史書籍。呢啲資料為佢哋嘅傳教工作提供咗大量嘅一手資訊。喺眾多資料裏邊，最珍貴嘅要算係呢啲由傳教士親手製作嘅活動記錄同埋考察筆記。佢哋記錄咗傳教士喺呢度所走過嘅足跡。除咗德任，傳教士沿住瀾滄江向南，積極開拓雲南地區嘅傳教活動。1880年，傳教士嚟到位於瀾滄江邊嘅藏族村落小維西，喺呢度興建教堂。
100多年後，呢座古老嘅教堂依然屹立。喺呢個悠長歲月裏邊，小維西教堂曾經開設專門學校嚟培養神職人員，全星期有60多個藏族同埋漢族嘅學生喺呢度學習。解放後，宗教活動被禁止，教堂又被徵用為政府辦公室、醫療中心以及學校。直到宗教活動恢復之後，教堂先重歸教會。今日喺教堂旁邊呢座房子，依然住咗一戶藏族教友。當年佢哋跟住傳教士嚟到小維西。我叫熊斌，今年我70歲。我家是過去是從西康來的，四川的西康。那個時候是我家的老祖父老祖母是在交通的服務呢。老祖父是當老師，老祖母是小爱科正当会，从来不收费，帮人家医病是从来不收费，一直就是帮人家医病，又是教書傳教了嘛，對吧？紅病出生嗰年就係1933年，正好係第一批嚟自瑞士嘅神職人員到達小維西。佢從小就喺教堂開辦嘅學校讀書，直到16歲嗰年，中國解放，傳教士陸續離開咗。有關當年傳教士嘅生活細節，紅病今日依然記得好清楚。我記得這神父是，他們過去是多半都是種葡萄、養紅子，他們生活很簡單，每天一盤養魚最喜歡那個吃麵包，對吧？吃一碗水茶，喝一碗水茶，他們生活就最簡單。他們在這段初期的時間是，我們村的這些上下村的這些群眾困難的那些來看病來要藥是，他們從來不收費，給你藥這是給你，相當好的給你。他們拿這東西那些是東西賺去，又賺給他們錢，他們從來不要。我看了這些，我現在我們村上下村的這些老百姓年紀大的這些都是個個是說，過去外國神父在這點是好呢，這是好。由當年外祖父母跟隨傳教士嚟到小維西傳教，至今日紅病家已經繁衍咗5代，而家全個家族幾十個成員都係天主教徒。喺村附近嘅山坡上有一個專門嘅教會墓園，紅病經常去嗰度睇下，因為佢嘅爸爸媽媽同埋外祖父母都安葬喺嗰度。仲有當年最早到小維西傳教嘅神父，佢嘅墳墓亦喺嗰度。我是法國駐西藏的傳教士，法國人，你看，他是法國人，這個故宮戴愛，古代愛，是不是？就是古代愛神明，若翰大人，若翰嘛，他名字叫若翰。顧爾德神父嚟自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係最早開拓西藏教區嘅西方傳教士之一。佢嘅足跡走遍呢度綿綿松山，為藏區嘅傳教事業貢獻出大半生。最後佢喺1895年喺小維西去世。喺顧神父墳墓旁邊係另外一位嚟自瑞士拜爾納鐸會嘅藍興仁神父嘅墳墓。藍神父係1939年嚟到維西工作嘅，可惜喺2年之後一次意外中，佢不幸喺瀾滄江中遇溺去世。呢片面向瀾滄江嘅墓園，而家已經重新屬教會所有。雖然部分墳墓曾經遭受破壞，但係教友佢哋正計劃慢慢將呢度重新復修。今年對小維西教堂嚟講係非常特別嘅一年。喺教區神父嘅幫助之下，教堂籌集足夠嘅資金進行重修，
翻新之後嘅教堂保存咗原來傳統嘅白族建築風格，仲有典型嘅白族黑白繪畫。除咗教堂煥然一新之外，當地教友更請嚟一位修女，佢係嚟自中國山西省嘅。我的名字叫郝俊平，我修女的名字叫彩琪，在我們修會都是稱我郝彩琪。我從小的時候就生長在一個教友的家庭當中，都是老教友，在我們那兒還是做修女的很多，我就有這種志願吧，也是可以受他們的影響吧，就誓志做一名修女，為了教會的事業，就是不成個家庭了，一心一意的為教會工作。郭修女同一位老教友一齊住喺教堂，負責日常嘅管理工作。郭修女喺山西嘅時候，亦係一位醫生。佢自細喺城市長大，一直希望到偏遠地區服務。2個月前，佢就自願嚟到小維西工作。從我來了以後，主要的工作就是給他們講道理，教聖歌。最使我感動的就是在這一段時間之內，有30多位心靈系的教友。後來我聽說在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曾經吸過毒，還有些人就是可以說是偷吧，也手不穩的。他們這些人就因着我們在這裡教歌講道理，他們來聽，後來都有一些變化，他們都靈洗進教了。很多老教友也是感動的都流淚了，但是也有部分人他們說這些人不好，我們不可以接受他。但是我想，因為我們的聖經上的一些精神就是耶穌基督跟我們說，我來是為招教罪人，不是來招教義人，就是有病的人需要醫生，沒有病的人是不需要醫生，是這樣。我說不管怎麼樣，他們能因着一個信仰來改變他們自己，我感覺也是很好的嘛。因為他們能夠因着信仰，他能夠學習怎麼去做人。但是得罪我們的人，我們都要去以善以愛相待他。而家每晚，郭修女都會喺教堂同教友講解教理。小維西嘅村民主要係藏族同漢族，以農民居多。佢哋喺信仰上一直缺乏神職人員帶領，所以教友都十分珍惜修女嘅來臨。每晚除咗講道之外，修女仲教大家用漢語唱聖歌。教外嘅村民聽咗每晚嘅歌聲，慢慢都開始認識天主教。瀾滄江邊嘅古老教堂又重新熱鬧起嚟啦。相比之下，位於維西縣城山上嘅維西教堂就顯得有啲悲涼啦。1951年，中國政府下令所有外國傳教士離境。當時喺雲南西北部嘅外籍傳教士都被集中到呢度，然後再被解送出境。由嗰陣時開始，維西教堂就一直荒廢。由教堂所在嘅山上，可以俯瞰整個維西縣城。呢度距離小維西有40多公里。係雲南西北部一個偏遠嘅小縣城。不過喺清朝，呢度的確係一個重要嘅城鎮，包括德欽在內嘅大部分雲南西北地區都歸屬維西所管轄。當年由國外新到嘅傳教士亦會首先到達維西，佢哋喺呢度先學習當地語言，了解民生，然後先派到其他地區服務。
昔日嘅教堂用地，今日已經變成當地嘅社會主義學校。原有嘅建築好多已被拆除，改建成黨校嘅辦公樓。今日維西縣城仲有少數嘅老教友，但係當地已經冇神職人員，亦冇供佢哋活動嘅合法宗教場所。為咗保護呢種古老嘅建築，亦為咗俾教友一個活動嘅地方，教區正同地方政府商討，希望能夠收返呢座教堂，將佢按原樣重建。喺維西城外6-7公里嘅花落壩，當年傳教士仲起咗一座好具規模嘅教會學校。雖然經歷咗長年荒廢，但係而家剩落嚟嘅建築物依然可以睇到昔日嘅規模。呢座教會學校係喺1940年起嘅。當年傳教士由各個傳教中心挑選合適學生嚟到呢度學習，佢哋有啲甚至嚟自西藏嘅鹽井。學習期一般係3年，畢業之後學生就會返回原籍，幫神父喺當地傳教。解放之後，學校再冇人管理，而家已經破舊不堪。除咗偶然有啲國外嘅教友會嚟呢度參觀之外，基本上已經冇人再注意到呢個地方啦。隨住舊有嘅教堂建築一日一日損壞，教會曾經喺呢度嘅歷史亦越嚟越少人知道。19世紀末，外國傳教士除咗沿住瀾滄江流域傳教，佢哋更翻越高峻嘅松山，將傳教區域拓展到瀾滄江以西嘅貢山。貢山係位於怒江江畔，嗰度同瀾滄江之間分隔住一道狹長嘅山脈。當年傳教士經過多次往返，終於決定開闢一條來往至中同貢山最便捷嘅路徑。從至中村後嘅山口出發，途中翻越2座海拔4000幾米嘅大山，大約2日左右就可以到達貢山。今日至中同貢山兩地嘅居民依然使用呢條由傳教士開闢嘅山路。喺山上不時可以見到村民用駝馬喺兩地之間運送貨物。阿媽嘅事，那個把 miss 呢個事，來不弄了，佢拍攝的，哎呢，還是，家鄉沒知道佢拍攝的，哎呢，人家有比我佢拍攝地不知道，哎呢，拍攝的強，人家強。人家比我佢知道，他幾可能做。格丹拿兩母子係貢山嗰邊嘅村民，但係亦有親戚喺瀾滄江呢邊。今次佢哋到至中買咗一匹駝馬，正在返回貢山嘅路上。8月份山上草木茂盛，當地居民長期以嚟將呢度開闢成為佢哋嘅夏季牧場。每逢夏天，附近各村嘅村民都會將村中嘅牲口集中喺山上放養，由村裏邊3-4個人專職負責山上整個夏季嘅牧放工作。翻山嘅村民晚上會喺牧場借宿。格丹拿兩母子今晚就會喺呢度過夜，第2日再繼續行程。到咗朝頭早，格丹拿繼續上路。
山路嘅途中，佢哋經過一個地方，當地人叫做教堂。教堂指嘅就係呢間破舊嘅石屋。以往神父往來至宗同共山嘅時候，中途都會喺呢度過夜，生火做飯。到咗朝頭早就會喺呢度做彌撒。久而久之，村民就叫呢度做教堂。呢個就係當年次宗嘅羅維神父同埋教友翻山喺教堂露營嘅時候拍嘅照片。過去嘅石屋而家已經爛晒，但係教堂依然係當地人翻山嘅時候其中一個紮營嘅地方。傳教士開闢嘅呢條山路，全程都喺海拔3000米以上，中間更需要穿越高山森林。今日沿路上依然可以睇到當年修路嘅時候砍伐樹木嘅痕跡。由於海拔高，每年冬天山上都會落大雪，山路被積雪掩蓋，兩地交通好快就中斷。但係當年傳教士喺冬季依然往返兩地。據當年老教友話，傳教士會帶住滑雪板爬山，到山頂之後，佢哋就由山頂一直滑落嚟。翻越兩座大山之後，格丹拿佢哋馬上就翻到屋企啦。呢條村叫做白漢洛，係由山上進入貢山後嘅第一條村。整條白漢洛村都係建築喺山坡上，由於天氣潮濕又經常落雨，所以呢度嘅房子唔係好似瀾滄江嗰邊用泥土興建，而係用木頭嚟搭建嘅。喺村嘅中央，一座古老而宏偉嘅教堂係最引人注目。呢個就係著名嘅白漢洛教堂。呢座教堂最初修建於1896年，係當年傳教士喺貢山建立嘅第一個傳教站。不過原來嘅教堂後來被燒毀，而家呢座教堂係喺1906年修建嘅，到今日已經有接近100年嘅歷史。雖然教堂外牆嘅油彩已經脫落，但係整個建築結構基本上係保存完好嘅。文化大革命嘅時候，中國各地嘅教堂都受到破壞。白漢洛教堂由於位處偏僻嘅山區，僥倖保存至今。提供的工作做的，因为一直到把这个我们那个人家的来也做，光米的或者你把的，可这个的写个的嘛穿了，可你把个穿你个这些那个呀，可这的穿的个穿的，也没人听么个也不收做人怎么穿。可怪到了我这里人呀咯，我这里了养个那里去了，我养个去的了嘛。西侧的么个拍过下，东拍推么的也推人家的，甚至西的都叫我的人。81歲嘅馬德蓮娜同埋78歲嘅容安娜係村裏邊年紀最大嘅教友，佢哋都曾經見過當年嘅外國傳教士。容安娜更係由外國神父撫養成人嘅。得不送，得卡送過的，甚至都給我的出不來呢，來。就還不是得到你家兩個白麼的，兩個大的來，從光嘅啦，點了頭，來可能現在嘅也數不曬的，可能人家兩個的也對，那可能點麼熱，點來什麼的熱，什麼麼的裝得來，啊喏，啊你是到，那可能不是不咩啊？白漢洛村位於松山之中，至今依然冇對外開放嘅公路。幾年前呢度先開始有電力供應。喺呢片相對封閉嘅土地上，傳教士喺100年前帶嚟嘅信仰傳統，至今依然深深植根於村民之中。
50多年嚟，白漢樂一直都冇神職人員，不過每晚村民都依時嚟教堂祈禱，不論大人細路，幾乎所有教徒都會參加。對於當年由傳教士翻譯成藏語嘅土文同聖歌，呢度啲村民仍然能夠背誦如流。喺白漢樂，每晚教堂裏邊都回響起呢啲古老嘅聲音，時光就好似凝固喺100年前呢個偏遠嘅小山村裏面。距離白漢樂40公里嘅丙中洛，係當年外國傳教士喺貢山建立嘅第2個傳教站。丙中洛緊靠怒江，過去亦係一個相當封閉嘅山村。但係隨住近年貢山地區發展旅遊業，丙中洛成為其中一個開發重點。位於丙中洛嘅中丁天主教堂，亦被列為旅遊景點之一。而家嘅中丁教堂係近年重新修建嘅，教堂規模比較細，但係原來喺呢度嘅曾經係一所全貢山地區規模最大嘅教堂。我小小的時候來過了，相當漂亮的一個了。那個教堂，那個是光石頭來砌起來，2層樓，柱子是中間是石頭這種圓圓的，相當漂亮的。還有鐘，那個是2個鐘，那個這個鐘呢就是鄉公所抬起去掉的大鐘是了，還有小鐘那個嘛，我們民族王小抬起去掉那個鐘呢就是現在有半個阿魯了卡地馬路那點去掉了。鐘的2個鐘選起來，教堂現在呢我們新改的那個位置不是還大呢，擴大的那邊嘛，我們就資金不夠嘛就拆過來嘛，重新改是小小的改就。當年修建中丁教堂嘅係最早嚟到貢山傳教嘅任安守神父。1921年，佢嚟到中丁村，決定喺呢度建造一所藏區最宏偉嘅教堂。這個教堂那個是以前老人家講是已經人也辛苦了，蓋了7年了，說7年，那個時候交通也不方便，相當艱難。他的那種搞教堂的時候都是那個美女學生山上換過來，東西那些馬拖過來的。現在養的那種交通方便的不是相當艱難的嘛。他們老人家講是，我們皮頭長輩的人講是已經蓋了7年了，說。中丁教堂旁邊有一座墳墓，當年籌建中丁教堂嘅任安守神父就安葬喺呢度。任神父係第一位嚟貢山傳教嘅神父，佢一直喺丙中洛服務，直到1937年去世，享年79歲。8月嘅次中，稻米同玉米都生長得相當好。再過1個多月就係收成季節。喺農忙到嚟之前，村裏邊顯得格外寧靜。不過吳公底嘅一家就非常忙碌，因為呢個時候正係葡萄成熟嘅季節，佢哋都趕住採摘葡萄。由98年開始釀製葡萄酒之後，吳公弟就着手喺自己嘅農地上種植當年傳教士帶嚟中國嘅葡萄，種植量1年比1年增多。自從釀製葡萄酒以後，吳公弟一家嘅收入比以前種田嘅時候明顯增加咗。而家次中村好似佢一樣改種葡萄嚟釀酒嘅人亦越嚟越多。經過幾年發展，喺次中用法國葡萄釀製嘅紅酒已經成為當地有名嘅特產。2年前，雲南省一家大型酒商就睇中咗次中葡萄酒嘅名氣，要喺全縣大面積咁種植另一種嘅葡萄品種，並且生產一種以次中作為商標嘅葡萄酒作為試點。
次眾喺2年前開始種植由酒商提供嘅葡萄品種，而家村裏邊幾乎每一戶都將部分田地改成葡萄田。位於教堂旁邊嘅菜園，當地村政府亦將佢改種呢啲新品種嘅葡萄。只要睇到一根一根嘅水泥柱，就知道嗰度係一片嘅葡萄田啦。次種喺中國西部屬於貧困地區，當地村民都希望呢次種植葡萄能夠成功，為佢哋帶嚟更好嘅經濟收益，脫離貧困。按照計劃，新品種嘅葡萄今年應該有第一次收成，可惜意外出現咗。啲葡萄喺年初嘅時候開始出現病變，葡萄都冇結果。村民今年嘅收入唔單止冇增加，反而受到損失。因此，村民召開咗好幾次會議。現在我們農民全部已經商量掉了，再好好的10幾年，明年再好好的10幾年。明年怎麼不成功嘛？這都拔掉了，不拔我們農民就是受不起了。吳公弟雖然亦參加咗種植新葡萄嘅計劃，但係釀製傳統葡萄酒依然係佢嘅主要收入來源。佢同屋企人日間就採摘葡萄，到咗晚上就忙碌咁釀製。喺釀酒過程之中，吳公弟嚴格按照以往傳教士流傳落嚟嘅方法同步驟。首先將葡萄汁擠壓出嚟，然後再加入砂糖嚟加速發酵。將處理好嘅葡萄酒倒入陶罐裏邊，大約發酵2個星期，葡萄酒基本上就釀製好啦。吳公弟希望盡快喺呢幾日將啲酒整好，因為再過1個星期就係聖母升天節，而且今年好難得有一位神父會嚟次中主持當日嘅彌撒。吳公弟必須騰出時間到教堂打點一切。每年8月15日係天主教嘅聖母升天節，佢係當地教友喺聖誕節同復活節之後最重視嘅節日。喺呢個地區，由於冇神父，教友就只能寄望外地神父到訪，先可以舉行彌撒。一年中往往只有1-2次機會，所以今日次中舉行聖母升天節彌撒，附近一帶嘅教友都趕嚟參加。主持彌撒嘅係一位嚟自西安嘅神父，佢已經係第2次嚟到次中。彌撒過程中，神父使用漢語，雖然呢度啲教友多數都聽唔明，但係大家依然係專心聆聽。我的心靈歡悅於我的救主天主，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的使女。吳公弟係村裏邊少數能夠講流利漢語嘅教友。喺彌撒中，佢負責將神父所講嘅福音翻譯成藏語，再向教友講一遍。我們同上祈禱。最近幾年，有個別內地嘅神父會專程嚟到偏遠嘅地區探望呢度啲教友。年輕教友喺神父嘅指導下，逐漸學識漢語經文同埋聖歌。神父嘅到來吸引咗唔少年輕教友加入。老教友都希望神父可以經常嚟呢度，咁樣就能夠更好發展教務啦。
為咗慶祝聖母升天節同埋表達對神父來臨嘅喜悅，彌撒完結之後，教友都留喺聖堂繼續慶祝。而傳統嘅藏族舞蹈係佢哋最喜歡嘅節目。活動持續到晚上，因為聽日神父就要離開，晚上教友聚集一齊為佢送行，連埋上咗年紀嘅教友都嚟送行。年輕嘅神父已經唔係第一次嚟到呢個遙遠嘅地方。佢覺得呢度啲教友擁有一種純樸嘅信仰熱忱，令佢好感動。但係喺中國，神職人員原則上係唔可以跨區傳教嘅，所以每次佢嚟呢度都盡量保持低調。但係無論如何，只要條件許可，神父話明年佢會再嚟。最後，教友用佢哋藏族特有嘅傳統，向神父獻上哈達，表示感謝同祝福。神父離開後第二日，吳公弟繼續釀製佢嘅葡萄酒，村莊又回復平靜。今日係個平常嘅星期日，有幾十名教友參加今日嘅祈禱。教友除咗好似往常向天主祈禱之外，仲祈求神父嘅再次到來。位於教堂前面嘅一片葡萄田，至今仍然未交翻俾教會。雖然冇人管理，但係裏邊生長住當年由外國傳教士引進嘅葡萄，依然結滿果實。一個多世紀以嚟，傳教士努力向西藏傳教，並將宗教嘅種子播種喺西藏邊緣呢片藏族區域。呢度嘅教務雖然經歷波折重重，但係佢哋依然按照自己嘅軌跡繁衍生息。